正常死亡嘅人數呢，係大概喺4000萬到6000萬之間。咁完全超過晒前3次災難嘅總和。嗱，我哋作為一個國民，作為一個中華民族一份子，面對一場咁樣嘅災難，最少都死，按佢嘅統計最少死4000萬，而按呢個楊繼成先生嘅引用好多官方資料嘅統計出嚟呢，淨係大躍進就已經死呢個3000萬啦。面對一場咁嘅災難，難道我哋能夠完全唔去追究，或者唔去揾出個原因出嚟？點解我哋呢個民族會係出現一場咁嘅災難呢？有乜嘢因素令到我哋呢個民族會出現一場咁龐大嘅災難呢？4000萬又唔係一個小嘅，絕對唔係一個小嘅數字。法國全國人口都係6000萬，4000萬係加拿大全國人口嘅數字嚟㗎啦。咁所以呢，如果當政者唔願意去面對歷史嘅時候呢，我哋人民就唔能夠忘記歷史，我哋人民就更加要係好清晰咁樣係去認識呢個歷史，而呢個歷史亦都唔係遠古嘅歷史，就喺我哋呢一輩子人嘅記憶入邊嘅歷史嚟嘅。所以呢，我認為呢，即係唔能夠因為後30年有好大嘅發展，就唔去忘記前30年發生過嘅事。第二咧，阿周教授提出一個話英國割讓香港，即係搶奪香港，當然係為英國嘅利益啦，佢唔會為中國嘅利益啦。但係問題咧，對我哋嚟講，鴉片戰爭失去香港係中華民族嘅一個痛。但係我哋點樣將呢個痛、呢個損失轉化為一啲動力？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更多要去考慮嘅事。而我哋唔能夠因為失去即係曾經歷史上被人哋欺負過、蒙受咗啲恥辱之後呢，就將呢種恥辱呢係凝聚咗落嚟，變成我哋嘅歷史包袱。反而呢，我哋應該呢係將呢個睇成一個機遇，因為你有個香港，所以你睇下呢100幾年嚟，香港係密無聲無息地喺度促進緊中國嘅發展。你譬如睇早期嘅中國留學生，容閎嗰啲第一批，全部都係香港出去嘅。呢個中國嘅第一任嘅政府，民國政府嘅第一任嘅外交部長伍廷芳，香港出去嘅。香港完全係有呢啲，因為有呢場痛苦嘅經歷，亦都係使到香港呢係比較早地同世界嗰個開放嘅文化接軌，而呢樣嘢呢係倒翻轉頭呢係促進緊中國嘅發展。我所講嘅係呢一點，我就唔係話英國搞出個香港嚟係為咗幫中國，我冇呢種咁嘅 illusion。但係咧，我哋要睇到咧，即係一方面我哋要主動地將呢壞事變成好事，而事實上咧，100年嚟咧，香港亦都係正因為佢個 position 好 unique， 佢係促進緊中國嘅發展。咁我諗我答住咁多先啦，即係費事阻住大家其他人嘅時間嚇。陳聰，我繼續扮演即係頭先話技工個角色咧，即係我哋今次嘅題材就叫我講誰是愛國者，然後講總大題目係國民教育同埋身份認同。咁我講頭先講嘅嘢都係後邊係講緊中國嘅愛國者，其實都係啊。咁然後諗嘅係。嗰個係國字係好重要，即係佢係愛國。如果我哋淨係一個做咗中國人，有好多民族情感相同埋愛國係咪一回事？其實
好多人都可以好自然咁認同自己嘅族裔啊，或者文化，甚至你家鄉嘅生活方式啊咁呢都係自然嘅。有啲人因為咁而自然去咗外國添。咁但係如果喺一個比較多民族嘅環境之下咧，我哋就想話揾到一個最基本嘅保障嘅話咧，可能用憲法或者會稍勝於呢個其他嘅以族裔或者文化元素做基礎嘅愛國基礎。點解要以一啲少數民族嚟到做一個起點咧？咁其實中國嘅漢人係佔大多數㗎嘛。咁一個國家係咪公義嘅、公正嘅，可能就係睇下佢對弱勢係咪有照顧。咁所以我哋用嗰個做基礎。如果你係強勢做照顧，根本就唔需要傾啦，邊個有權就得啦。但係如果我哋要係喺建立個公正社會，一定係令弱勢人有到保障先，咁先至上面先可以建立到公正社會。咁所以點解憲法可能會好過其他以族裔做基礎嘅文化，或者係嚟到做愛國教育，批判下一代愛國教育嘅嘢。咁呢個哈伯馬斯嘅提法一定當然有佢嘅後邊嘅背景，未必係完全用得嘅。所以頭先我講話係希望我幫大家打開一啲思想去討論空間啫。因為佢哋係背景係德國或者係歐盟嘅背景。佢德國其實佢最想避嘅就避開嘅就係二戰前德國嘅以族裔為基礎嘅一種文化嘅愛國文化。咁點樣可以避開呢？而德國喺二戰後開始更多少數民族出現，然後喺歐盟嘅情況，差唔多所有歐洲國家都係多民族國家嘅情況，用啲乜嘢基礎可以建立愛國呢個教育咧？咁點解要愛國教育咧？因為暫時所有嘅國家仍然係非常重要嘅喺呢個世界。每個我哋基本上係成個二戰後嘅態度就係保持國家嘅現有嘅領土，大家唔好再去將佢分割或者係去侵略佢或者佔有。呢個係似乎係一個前提。雖然有例外嘅例子啦，大家知道近年都好多例外例子，但係基本上係一個咁嘅前提。結果形成咗大部分國家係好多係繼承殖民地時代或者係帝國時代嘅國土。就算係當年嘅原型啲嘅歐洲民族國家咧，都係多民族嘅。而中國當然係一個歷史非常悠久嘅國家嚟嘅，但係佢一路都係多民族嘅。個民族融合係好複雜嘅，有啲係融入咗漢族，有啲仲係喺漢族以外，甚至文化上係咪都認同漢文化都係有爭議嘅嚇。有啲民族，有啲就完全同化得好犀利添。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似乎國家仍然係好重要，而國家係需要建立自己一個凝聚力。咁所以一般嚟講，呢種認同我哋都叫愛國主義。所以我用一個好低嘅標準，就係話其實可能好難做到嘅就係任何體現中國憲法嘅中國公民都係中國愛國者，就恰恰就係唔想排斥咗一啲好你係咪愛國，我唔係愛國，即係大家討論邊個係愛國嗰時，如果我哋都係體現緊中國憲政嘅文化，我哋都係愛國者咁。所以有呢個咁諗法。但係愛國教育頭先講過，其實唔係公民教育嘅全部。公民教育係仲有好多部分嘅，包括世界公民嘅教育，我相信係非常重要嘅呢點。咁我相信而家香港政府都好似一路都有強調，我哋喺個世界城市，我哋需要好多種不同嘅教育。因為頭先講有公民權呢個概念，即係如果從公民權角度嚟講，而家公民權係越嚟越細緻化嘅。頭先講由最早英國提出嘅 T.H. Marshall 提出嘅3種公民權，到而家係各方面嘅公民權係建立緊起嚟。係用喺公民社會各種公民權訴求都有，咁呢包括世界公民嘅公民權。咁呢啲，所以我哋而家嘅公民教育都應該包含喺裏邊。愛國教育係其中一部分，但係亦包含裏邊。愛國教育往往亦體現咗喺某些語文教育同埋歷史教育裏邊。但係如果歷史教育純粹係用愛國出發點咧，反而往往會將個觀點單一化，結果反而扭曲咗歷史嘅真相，變成咗恰恰就係造成咗一種壓制或者係即係操縱。如果將歷史嘅面貌恢復係一個自由同埋可以討論嘅複數嘅歷史咧，可能就令大家會更加掌握到歷史嘅真相，而唔會因為用愛國之名去扭曲咗歷史。我答呢度。Ms. Tam,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responding a question?
Um,